高雄去年是小连续举办大场的演唱会，都有民众家己走去会场的外口摆摊，利用空间，互人伫遮寄行李。这行李是塔架敢若规座山，买手嘛去互市府来甲因赶走。暂时即讲又阁有国际出名的团体名册要来办演唱会，高雄捷运公司是头一摆来试办寄行李的服务。左营分局嘛表示讲，即摆就会开罚单来处理乌白违法摆摊的人。 一手挂牌呀，一手塞行李箱啊，暂时即天伫高雄各具国际著名团体来办演唱会，就是要互中北部来的民众唔免安尼大包细包歹行动。国际公司是头一摆来试办寄行李的服务。国际表示，其实因的大型车头拢有设寄物件柜啊，数量大约20-30个不等，无够应付大型演唱会需求。即摆试办若是环境好，未来会考虑继续办。 高铁公司于R16左营捷运站付费区内试办人工行李寄放服务，供旅客临时寄放。歌迷听完演唱会后搭车到左营站，免出站领完行李就可以直接搭车前往其他车站。咱实际来到捷运的左营车头看，寄物件柜啊，大概1点钟20，小10块，可能是时间也早，48柜啊有真济拢也空空。若是国际安排寄行李专区，大约会当收200件，到时会有专人来顾。 民众对这两种寄物件选择嘛有无同款的看法。可能寄行李有时候很多人其实很难找，然后就会变得很麻烦，不知道或许有时候还要冒风险把它放在一些可能会被别人拿走的地方。那如果有这样的服务的话，就会觉得方便很多啦。应该也是选那种柜子的，那个密码只有你自己知道，只有你自己能开。但是那个如果他可能给你一张号码牌，但你如果号码牌丢了的话。 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去拿你的行李。因为去年有演唱会外口出现摊商摆摊，互人寄行李，一大堆行李踏伫路边，亲像粪扫山共款，歹看阁走界落山。10时细郡主场馆有办演唱会，中央分局表示，即摆有新规定，会场的4块连凳拢是禁止摆摊，若是发现会按照道交管理条例开单，上悬罚2400块。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